草民班超，敢为家兄班固一辩。秉笔就是直心，写就是立，立一家之言。你和父亲都与儒家没什么两样了，还算世家吗？难怪父亲说你堕了邪路。我想破局。这是握刀的手，老拿着笔，可惜了。这才是君王真正的梦想，巡狩天下，抚远不至，拜夷来朝。你就是朕放出去的千里马。